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晶。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市一搭建案的工地拆应该是绑起，2个工人涉事，2个人受伤，劳工局已经下令停工调查。台铁连续有旅客攻击车长，台铁宣布启动护车专案，造成安全疑虑的旅客会向强制带落车。罢免国民党立委林派雄的公民团体，今仔日交37000外份联署书，林派雄讲会正面迎战。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市南区有一搭建案的工地，早起拆应架时阵绑起，有2个工人为顶悬摔落来，不幸死亡；，阁有2个工人去互绑起应架喊着伤。事故详细要搁咧调查。台中市劳工局已经下令停工。高空的应架部分绑起，地面是有停几台救护车。台中市南区福田路福田2街口一位建案，23号早起9点左右传出公安意外，现场当日咧进行拆除应架作业，其中有2名工人不明原因为13楼悬的应架落落来地面，当场乌卡。另外2名工人分别伫咧高楼层甲楼骹拢受到倒去的应架喊着伤，意识清楚。集合住宅大概500多户，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救护车都已经来了。目前救出的时候是2名躺在地上是没有生命征象的，那有2名，一个是全身有多处的擦伤，另外一个有大腿骨折的情况。那我们有用救护车赶紧送他们至医院。台中市消防局表示，4名男性工人拢是本国籍，分送3间病院抢救，其中2名乌卡的患者经过抢救宣告不治。建案工地负责人表示，应架拆除作业由外包厂商执行，预计工期2个月，工人拢有配安全带甲防护措施。工安事故的原因也搁伫咧了解当中。基本上我们都有那个全配式的安全带做防护措施。看我们上面也是有的有一条母锁在那个。给他们工班拆家要做的安全防护。如查明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的一个事项呢，会予以处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台中市劳工局强调，已经派员检查，而且要求建案停工。若是违反治安法，会开罚3万至30万罚款，而且要等到改善完成才会当复工。后续也会启动职业灾害劳工个案管理服务机制，协助伤亡者的家属。公视新闻台中报道。早起10点26分，高雄军武有一间回收场烧起来，这乌烟冲为天顶去，连10多公里远的市区拢有看到。着火这间回收场附近有社会主体建案，消防局出动至14台车，56个人抢救。不过，这回收场是铁厝，内底囤真侪塑胶，火是烧甲真猛，而且真恶控制，甚至是烧去隔壁铁工厂。初步了解，无人着伤，不过现场直直呛乌烟，环保局嘛派人去监测空气污染。来看昨台铁连续发生暴力事件，有2件拢是旅客拍车长。台铁总经理王辉生早起开记者会，谴责暴力，宣布要甲警方合作启动护车专案。若发现旅客有造成安全疑虑，就会强制甲伊带落车。台铁一天内发生真侪件乘客不法的行为，其中有2个列车长去拄到暴力攻击受伤。台铁公司23早起临时召开记者会，除了正式谴责暴力行为，嘛提出改善的措施，佮宣布会甲铁路警察局、甲地方警察来合作，随时启动护车专案，提高见警率。跨辖护车的方案，那也让路警的一个各所的同仁可以来加强到列车上护车卫哨。根据台铁公司的统计，今年以来已经发生3件乘客攻击的暴力事件，包括4月12有1件，5月22有2件。其中花莲列车长去互旅客献水屁，苗栗323的列车长去互啉酒醉的人客线头甲巴肚。对于乘客这种不法的行为这么多，台铁产业工会嘛提出相关的诉求。台铁对于密录器现在的使用规范要求高度的严格到员工完全不敢佩戴，也不敢答应说要佩戴，所以我们认为台铁应该要尽速来拟定合理而且让员工真的用得到的密录器的使用规范。台铁表示，2个受伤的列车长拢已经出院，目前长期休养。台铁第一时间也已经表达慰问，尾也会协助同仁提出法律的告诉。
经费也系专业处理。若是未来是毋是互第一线执勤人员炸放新的物品密录起顶，当你甲第一线的同仁来讨论使用的管理规定，会以这个方向来努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要扣对顶关税，当咧针对进口药品甲半导体启动调查。但台积电的美国厂就提高意见，建议美国唔通加扣税，因为这进口的晶片若扣税，会冲击台积电的营运，影响台积电伫咧美国投资的计划。美国进前对全球半导体产业做调查，台积电亚利桑那子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建议，请美国政府避免加征收关税，而做对进口晶片扣关税，恐惊冲击营运，影响台积电伫美国投资计划的时程。关税也会提高消费者的产品价格。如果美国政府调高关税，虽然可能会降低客户下单的意愿，影响到台积电的营收，但是关税就是客户要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理由，所以可能并不会影响到建厂的速度，甚至还会加快速度。配合中共，台积电亚利桑那子公司提起先进半导体无法度家己运作，应该爱甲其他半导体元件协同进行，才当发挥性能甲功能。总统赖清德23出席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友伴论坛时阵表示，半导体听起来真先进，不过也是面临摒俗价这个问题，特别是成熟的制程。成熟制程的产量中国最大，包括政府补助。低价倾销，半导体同样会面对这个严重性。如果我们不积极面对的话，只会越来越严重。若是半导体关税影响产业的发展，23个金融市场嘛出现波动，台股开盘有小可起，盘中起势有较黏，擘由红变乌，上收擘干那21624点。现在票兑换美金以白盘开出是30.07块，盘中上收擘干那30.005块，升达6.5分，面临30块的保卫战。它可能是一个区间，可能29.8、30.2、3.3这样的区间整理会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曾大立向政府甲央行发声，一定爱收掉30块的关卡，若无毁损会冲击以出口为主的机械设备甲工具机的产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伟大的执行长黄金芬访问台湾6天，今仔透早离开。早暗伊有去师大上款的餐厅食饭，佮有送炒面互媒体食。若针对伟大的总部要起伫咧北树科，黄金芬讲会和政府、鸿海佮台积电做伙，打造台湾上大的 AI 工厂。真日本炒面和等伫咧外口的媒体加粉丝，抑个学落好食。一炒做好食的啦。为着执行长黄仁芬，这段来台湾最后一案，过去旧年来台湾时阵，也捌去食过师大餐厅。伊这段来台湾上大的惊喜就是宣布，伟大总部将设伫咧北树科。So tell the Taipei mayor you're very excited. NVIDIA's coming. 从未结束6天的访问台湾行程，黄仁芬每一个行程拢正受注意，注意去过餐厅的名单，到参加世宗军担任省会代表，抑个伫2025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热情的粉丝甲媒体，不管是拢低调调，路透社甲这种现象创一个新的复合力，叫做人来疯。黄仁芬也讲，将会甲台湾政府、鸿海甲台积电决定建造 AI 工厂。Taiwan has many good ideas, but not that many people. And so we can use AI and robotics to amplify the ideas of Taiwanese. We are building an AI factory, an AI supercomputer with Foxcon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SMC. And we will build the first AI supercomputer here in Taiwan.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强调这是正重要的投资。伫台湾的最后一案，黄仁芬继续展现伊亲民的形象。伊也讲，未来甲台湾的合作关系会愈来愈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增加5天的国定假日，行政院敢会提出复议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是暗示讲，行政院未着急，因为若阵大罢免有顺利，明年国会政党比例都无共啊。这款话是引起讨论，劳工团体今仔日有100多人抗议，要求民进党要挂保证，袂阁甲国定假日抬掉。明年的时候，政治环境和另外政党比例人数也会不一样的吧？
啊，当然应该你听懂我的意思吧？针对立法院若被立委合作推动三读通过，增加4天加1天国定假日，民进党总调郭建明11日的记者会暗示讲，若准大罢免顺利，明年国会政党比例都无共啊。这个话引起劳工团体的质疑，民进党敢是拍算未来要搁把这5天的国定假日抬掉？国定假日看不看？民进党请回答。劳团动员100多人23来到民进党部外口抗议，提出3项诉求。如果你不想要冲击大罢免，现在这3个方案，第一个公开承诺过半立院过半不会砍价；第二个，提出你认为进步的价值的国定假日，并且列为放假日，实质来推动；第3个，特别休假不分年资，来全体加3。劳团呼吁执政党爱照顾劳工休困的权益，提供更较好的劳动条件，避免劳工继续伫咧高工时的劳动环境当中过劳。有学者以先进国家来讲，比如美国、日本等等，拢有以增加国定假日来降低劳动时间的例。学者表示，要用什么款有意义的节日，还是纪念日来放假，这拢是值得讨论的代志。特别休假休假日咱虽然讲蔡总统迄阵有增加，但是以世界各国来讲，也佫无够，也工作时间无甲减少落来可能将来像美国啦，还是别个国家，因为感觉讲咱台湾是劳动条件无好伊会当这个成本会当降低，安尼嘛是好啦。针对民进党总调郭建明的发言，劳团希望讲，就算未来通过大罢免全面执政，未来嘛应当伫咧国会提出实际政策来替劳工争取愈侪休困的权益。但是民进党团并无出面回应接受劳团的陈情书。劳团呼吁民进党，若准未来无得到进一步的回应，无排除会发动愈大场的抗争活动来捍卫劳工权益。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行政院甲一般性的补助款抬25%拍起，引起地方政府的抗议。行政院刘德英台表示，这问题源头是立法院台中预算，把几若领批，煞搁爱地方来争取。这中央干怎讲嘛无法度掠风骚言。若民众党是伫咧议会提出主决议，要求中央照金额甲补助款拨予地方。行政院统筹地方一般性补助款差不多25%，引起地方政府强烈反弹，适发性阁受质疑。行政院长杜英台23参加观光展，阁特别停落来，强调是伫上困难状况之下，做一寡财政调整，也将问题根本指向立法院删减总预算，批评立委大删减，煞可透过地方首长争取预算。这是要将中央财政一而再、再而三的剥好几层皮。中央政府不是魔术师，不会变魔术，也不会无中生有。这些滥砍滥删预算的提案都是蓝白提出，现在感到痛了，那请去找要让人民删到绝对有感的黄国昌算账。杜英台认为，这几年中央大力补助地方政府，地方财政有大大改善，应该袂亲像地方讲的，要删减社会福利、基本设施甲教育经费。希望伫中央财政有困难时阵，地方政府应共同分担。不过，民众党团批评，行政院大删除地方补助有违法的问题，爱立法议会提出决议，要求中央马上补助拨付一般性补助款。你敢删我中央政府的预算，我就打地方政府出气啊！要删的，就是你中央政府浮编滥编的预算，你怎么会去砍地方的补助款呢？也是为了他们的大罢免的一个操作了，一切还是为了政治。就是明明600多亿砍的是中央政府的各单位的预算，他把它拿来砍地方政府。国强强调，针对提起中央预算删减的审查，并无牵涉删除地方补助款，正其删减地方补助款，也阁请做朝野公布焦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专台大罢免，国民党立委林派雄的公民团体，今仔日宣布送到第2阶段37000多份联署书。罢免团体是呼吁家人爱站出来，唔通阁互国民党食人告告。若林派雄讲会正面迎战，争取无同意罢免的选票。真感谢大家。
行礼细道社，外边国民党地会林派上的公民团体几人10派，由各地方的公民团体陪同，23压线送行，全部递到37533份理解单连书书，下过法定的条件123%，每一箱的连书书顶头拢打边缘人来送行。反击林派上北讲，北边团体是边缘人。北边团体强调，唔能够再和国民党对过人人吃人搞搞。阮希望讲，家人市民，咱会使勇敢起来，袂使和国民党利用咱家人的敦厚，软头深骨，吃人搞搞。咱一定爱把因的家族政治轮流执政的这个情形，给拍破。报团表示，37533份的理解单连书书。有1万份是双北加其他公民团体斗相共努力签出来。林柏祥是为国民党贵人市党部主委，无对张延祥涉嫌用行政系统查个人资料做出道歉。对此，林柏祥正面对战，强调已经做好第3阶段的准备。而我一向不会逃避任何公民的检视，我也不会，我会继续用我的表现跟我在立法院的努力，去帮基隆争取更多的预算。我想我们基隆人去年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纷扰，那今年我们会再一次勇敢的面对这一切。大罢免理解单连数这么正式尾声，目前有31席罢免国民党立委完成理解单送行，但是罢免民进党立委的部分。因为国民党各地党部牵涉到不实人数，目前是无递交任何一位立院立委理解单的送件，并做31-0的差距。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移民署要求一寡中国配偶和因的囝儿爱交送失官户籍的证明。不过，根据陆委会统计，有通知12000人，却有超过8000个人要未交。陆委会表示，这期限若到，一定会依法办理。移民署进前要求一寡中国配偶和中国配偶的囝儿补立丧失原籍的证明。陆委会一指出讲，收到通知的12000多人内面，已经有1784个人立付丧失原籍证明。另外申请拒绝方式来替代的有880个人，申请延后去中国的有352个人，专案补助和辅导有485个，但算落来等于还有超过8000个还未交，也是无提出相关困难。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话。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办理之中啊。对于现在的进度还比较乐观。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讲，根据了解，内面还有真侪人是当地走文件的流程，亲像捌带罕病查某囝到移民署外口去申请，表达讲因为家庭的状况，无法度找出时间登去中国办文件的中国配偶张妈妈，就讲已经请伫上海的厝内人斗3工，但嘛是对政府的做法不满。就这样说，你3个月不办，我帮你吊销，小霞你。斗不过大金，你还是会办呐、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呐、我们能办上海算比较方便的，可是我知道碰到很多问题也办不下来的啊。希望我们在延后，你也必须要拿出你真正有去办，测试一下政府的决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刘文杰强调讲，若是上尾日期到啊，政府一定会依法来行政，提起卖有测试政府决心的想法。其实，陆委会第1日嘛伫台北办一场非公开的说明会，提供中国配偶咨询服务和受理申请案件。陆配团体他们觉得说，是不是能够去他们的区域？大家面对面这样帮大家解决问题。回应中国配偶团体的需求，陆委会说明讲，接落来嘛规划伫北中南东等县市来办说明会，尽全力来帮助每个个案，和中国配偶伫台湾会当有完整的身份和权利，真正会当伫遮安居乐业。记者综合报道。2015年纽约电视电影奖今仔日公布得奖的名单。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制作的流历史所《落乌战争500集》的报道，摕到持续新闻报道奖的铜牌。感谢大会对这部纪录片的肯定。乌克兰也阁受到罗西亚的攻击，需要国际社会继续关心因的处境。这届采访，互阮对着今仔日乌克兰、明仔日台湾有深刻的体悟，因为阮嘛共款面对着武力的威胁。欢迎你来自北外国家台湾。台语台青春咱的帮采访的流历史所《落乌战争500集》的报道，摕到2015年纽约电视电影奖持续新闻报道奖的铜牌。这是台语新闻头一届伫咧国际比赛提奖。
节目制作人也伫咧线顶颁奖的典礼顶悬，全部拢用台语发表感言。纽约电视电影奖是全球电视电影上有国际视野的比赛之一，有侪国家的作品来参加比赛。即摆得奖嘛是对台语大肯定，嘛是台语新闻走向世界真重要的一脚步。再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有一台私人飞行机失去控制，直接为主体社区弄起去，上无有15间厝着火，真侪车拢烧甲剩废铁。目前知影飞行机顶有3个人死亡，几若人受伤，安那地面的住户家在拢平安。明体被弄出一坑正大坑，一个烧甲乌臭大，边一个有几多台车也被烧甲乌麻麻变做废铁。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人口真多，莫非结构住地区，当地时间22透早3点外发生一台私人小飞机摔落意外。目击的民众讲，这台飞机自天顶摔落，弄到明体，现场闻到正高燃油的味。I could smell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fuel, so I knew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crazy fire going on, especially with, jet fuel or anything like that. 厝边大家喊声，叫大家赶紧争取，赶紧撤离。飞机的全体也甲规死过，火规个炭开。江南现场是海军管属的宿舍，至少有15号导火。消防队赶到现场，紧急疏散几落个过区的居民。根据了解，出代志的塞斯纳550型双营轮小飞机。拜三暗自纽泽西起飞，本来是要降落伫咧圣地亚哥的蒙哥马利吉布斯行政机场，拜四透早飞到半路，煞唔知什么原因，摔来弄入去主题区。No one was transported out of the housing units. That's where I say we were lucky in that fact that no one from those homes was injured that we've had so far. And then was inbound, we presume, based on the flight path for landing into Montgomery Field, runway 28 right. It struck power lines about 2 miles southeast of the airport, then collided with a house. 根据气象资料显示，迄当阵能见度降到只敢若800公尺，云层有较低，不过并无什么现象显示出问题。飞机摔来进前也无法紧急信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个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派人到现场调查，联邦调查局也出动调查加鉴定空难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昨早起，北韩向日本海方向射几若粒飞弹。韩国政府和媒体认为，是因为伫咧情人节，北韩的新型军舰伫咧落水点列出顶达，准备弄破。北韩感觉见效无民主，才会挑工射飞弹。这是今年4月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西韩的南部主持新型驱逐舰落水的情形。军舰编号51，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日民众摧陷来号名，是北韩第一种使用相位阵列雷达，也加骑伫飞弹发射系统的军舰。韩国甲各国专家为卫星相片来判断，2日伫东北部清顶传出落水意外是这款军舰的第2只，不过编号甲船名也无清楚。根据北韩官方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消息，驱逐舰落水的方式是以船身方式来进行，船尾部分的翅膀先脱离，造成船尾破损，船身失去平衡，同时船头无脱离岸顶的平台。即马大型船只落水，也是几落万吨甚至10万吨以上的货轮、油轮，也是以船尾先落水的方式触入水内。体型较细淡薄的货轮，加1万吨以下的军舰，是常常使用这种船身落水的方式。측면진수를 한 이유는 그만큼 굉장히 좀 비좁은 공간에서도 진수가 가능하고 특히나 이 부력을 유지하는 것이 함정이 커지면 커질수록 한미 진수 방식으로 해서 들어갈 경우에 그 부력 회복하는 것이 쉽지 않다라는 측면 때문에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사실 이 측면 진수는 중소형 함까지 의미를 가지게 됩니다. 함정이 대형화되면 될수록 더 이상 이런 지금 말씀드렸던 한미 진수나 혹은 측면 진수보다 예를 들어서 드라이독 자체에 배를 넣고 물속에 담그어서 진수하는 안전하게 진수하는 방식들을 추구하게 됩니다. 亲像对船身平衡更较敏感的船舰，就是以大船坞的方式落水。韩国的专家是讲，北韩可能欠缺船身落水的执行经验，所以造成这起事故。
北韩官方媒体是讲，金正恩对这件代志表示真生气，点名党中央委员会、国家科学院、中央军备研究所加清点造船厂这单位，必须爱为事故负责。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美国川普政府指控哈佛大学唔纳反犹太，佮含中国共产党勾结，所以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现有的国际学生嘛，拢爱离开学校。哈佛大学批评安尼做无合法，会用法律的行动维护外国学生的权益。川普政府日日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强迫在学的外籍生转学，若无就失去合法的身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伫声明中讲，国土安全部下令终止哈佛大学学生加交换访客计划认证。诺姆指控哈佛助长暴力、反犹太主义，也有加中国共产党徛共边。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学费较悬，和几60亿美金的捐赠基金在库食甲饱饱，这是一种特权，唔是权利。And if we're going to speak about who we rely on for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there's plenty of American kids who also deserve to be taken seriously. 哈佛大学拒绝相关指控，并且承诺支持外国学生。哈佛的声明讲，川普政府安尼施做将会影响几6000位学生，是违法，而且等于是报复，将造成严重的威胁，并且破坏哈佛的学术加研究使命。对国际学生的教育，哈佛是全力以赴，怎么正伫咧替受影响的学生制作指引。哈佛2024到2025学年招收要甲6800位国际学生，占总招生人数的27%。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5日坐要到啊！台中有民众连续2天，逐顿拢食2-3粒肉粽，全胃肚肚闭结。提起乡亲胃肠无好，唔通做一届食遮济歹消化的物件，就要准责，才袂造成身体负担。把粽壳卷起来，2人、3层甲欠芳的配料放入去，各地肉粽今仔到5月节拢真有销，也毋过食肉粽也着细腻。台中有一个50岁的蔡先生，伫超商注文星级饭店的肉粽，每一顿拢食2到3粒，连续食2天，就出现消化不良、闭结、甲胀气的症头。去病院了后，发现是伫咧短时间内食伤济歹消化的物件。粽子大多以糯米制成哦，它本身性质比较黏滞，那很容易导致我们消化道的不适。那此外呢，它的馅料也比较多油，那吃多了也容易造成我们肠胃的一个负担哦。经过医师的检查，患者除了有高血压的病史，比较为就中医来看，也是虚弱的体质，再加上天气湿搁热，致使胃肠产生气体，甲运动伤慢。除了透过中医调理比较胃的机能，食食习惯也真重要。医生表示，肉粽的食材大部分热量甲盐分拢真悬，若是胃肠有疾病，也是血糖、血压、血油较悬的时段，都袂当食伤济。每次就是半颗到1颗为限，那尽量就是搭配一些蔬菜水果一起食用，不单吃，不要单独使用粽子的一个状况。现在其实有人都会想要吃很大颗的，也有人标榜就是要做很大颗的，就是那种噱头，但是就是尽量还是不去避免吃那些。医生建议，胃肠若无爽快，会当吃足3粒内管等血刀来改善，嘛会当经较细粒的肉粽甲菜色果子等有纤维质的食物做伙食，来减轻无爽快的症头。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新冠疫情有19000人去互医生看，是今年以来上悬的纪录。医生也提醒，这个疫情变异株是 JN.1， 伊的症头来得真紧，煞恢复得真慢。今年6月中可能是疫情上严重的时阵。国内新冠疫情搁再加悬，根据疾管署5月20公布的资料显示，顶礼拜新冠就医达到1.9万人次，另外增加93例重症，4例死亡，就诊重症个案拢创下2025年高一礼拜新冠纪录。医师表示，这波疫情症头来了真紧，就算有食药啊，恢复的速度也会较慢。发烧，讲到迄种脑痛的，伊的症头会较明显，嘿，讲。同样治疗以后啊伊迄症头慢慢会改善，但是这波的迄个病毒株啊你发烧，讲脑会痛伊迄改善的程度，甲进前的一寡病毒比起来，伊会好
停都会较慢一点嘛。医师表示，医高疫情高峰期会伫6月中下旬，因为这届病毒是新的变异株 GN1， 目前全国疫苗覆盖率仅若8%，65岁以上有注疫苗无到2成。建议除了挂嘴暗、食洗手，上重要的爱赶紧去做疫苗，降低感染或者是重症的风险。I see no objection.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虽然新冠疫情伫全球有较缓和，但为着因应未来全球搁再拄着别款疫情大流行，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也讨论着全球疫情的防范计划。伫5月20大会当中，计将有124个成员国同意，也通过大流行公约。若是出现大流行疫情，世界各国通得到药品、疗法和疫苗的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也发布声明表示，这是历史性重要时刻，未来世界也会更较安全。以下就谢桂玲台北报道。苹果公司宣布，为 iOS 18.4的版本开始，会开放台湾地区的 iPhone 使用 NFC 的功能。在未来坐公车坐运，敢袂当直接被 iPhone 取代悠游卡呢？悠游卡公司表示，苹果有规定，若要开发对应功能 App， 就要经过认证才会应执。拢总有8大定数，目前咱敢若到第2项，所以若阵想要拿 iPhone 去坐大众运输，可能就搁爱等一阵啊。在台北捷运路卡入站，不过 iPhone 的使用者就要用手摕实体卡才能通过。伫即马最近，苹果公司宣布，自从 iOS 18.4版本开始，开放台湾地区的 iPhone 用 NFC 功能，民众有机会会当用手机白卡直接入就当入站。不过悠游卡公司进度正慢，和市民正着急。但今天的症结点就在悠游卡到底能不能跟上这个进度？而我们3位议员跟这一栋里面跨党派议员针对这个师生议题，我们真的只能得到一张纸，叫做商业机密。过去其实从悠游卡公司一直在讲说这个技术障碍跟捷运闸门问题，现在两个问题都已经被克服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让这样子的苹果手机，然后这个自由的这个顺利的进出所谓的捷运闸门？台北市原即期手机用 NFC 感应早就毋是先例，亲像台湾的 Android 系统，甚至是日本的西瓜卡，部分手机系统拢会让用白定手机手机外面毋免开就能过闸门。不过苹果公司这回开放的范围也有一段落差。苹果这次并没有对这个所有的刚刚所提到的第一波这个7个国家跟第2波15个国家地区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开放，我们也会来跟苹果公司来了解。其实这回悠游卡公司甲苹果谈合作，苹果公司有8大定数，包括送申请、签保密协定，所落来关负责开发相对应的 AppleNet 的程式，一个使用者的 App， 并且要通过第3方的认证，也就是讲，也是要透过 App 无法度直接绑手机商业的条款以及这些所有的商业内容的一个确立，目前还在等待苹果公司把正式的一个要求提出来。捷运公司表示，按算伫咧10家先开放信用卡坐车，一个透过悠游付 App、QR Code 入站2种方式，唔免用实体悠游卡也当入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真侪人会去互诈骗假投资拐去。台北有一个林小姐就互骗4届，拢是讲要投资加密货币，拢中了88万起，落尾甚至是差一点就行底路。警方就提醒对方若讲稳赚，而且是赚几若倍，甚至要到厝甲你收钱，拢要注意，这背面就是诈骗。刑警动员专门出击诈欺犯查某路。趁查甫人酒车经历前后包围，抓到诈骗成员，2个案件的被害人拢是伫加密货币骗局，花官钱拢无了了。即马佫确实有一位林小姐出现讲出凄惨的经验，连续哄骗4摆，损失约88万，干那假投资就占3摆。我就跟我们会计姐姐说，我现在去13楼，那我跳下去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会计公司的会计姐姐就跟我讲说，没关系，你不要想不开，你就当做你做3年的志工。伊摆想要自杀，伊几啊摆伫社群平台互生分的网友订到，一开始讲工作、讲日常，像朋友共款的关心，伫纠结关系了后，才切入主题，声伊投资太特别。警方示警，除了条款的高报酬、稳赚袂赔，这句话也是诈骗的关键字。高报酬低风险这些的字样或是稳赚不赔的，或是到家取款的，这些绝对是诈骗。
国内诈骗犯案尤其受害假投资，案件数上济，其中的加密货币毋但互滥用作为诈骗，佮较正做洗劫一大工区。道正当前有产业银行的通报机制，也毋过加密货币业者讲，要成功砸落来这的钱，其实有难度。法币进来到虚拟货币出去，有一些案例我自己个人所接触过的，可是那是5分钟内的事情。如果系统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就发现这个入金，这法币的入金是有问题的话，很有可能真的就是达不到。面对诈骗的问题，为受法查緝宣导，相关单位已经采取行动，也毋过到目前为止，诈欺伫台湾有完真猖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道7号上紧明年初会正式动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甲交通部早起去高雄会勘。主委陈金德表示，这国道7号按算2003年完工，希望会当消透目前南部3条国道甲快速道路车阵。另外，针对大寮停驶的争议，高公局讲目前干那会拆一间上班大楼，会尽全力做好补偿。所以我们优先会由最主要的那个6标开始。6标依序往北。高公局人员当日甲审计委员说明国道7号的基本设计。这条国道7号全长23公里，对任务国道10号开始，然后连接台北18线，未来会连接新的高屏第2快速道路。主委陈金德表示，这条国道7号高雄人已经等17档啊，这阵进入最后的阶段，上紧明年初动工，也希望119年顺利完工。南方的一个产业聚落啊，不管是 AI 还是无人机还是绿能。这个聚落呢，会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会来推动，所以这条路变作相当的重要。所以今日来进行咱的基本设计审查嘛，真侪委员同齐来。如果顺势咱希望明年第一季会当动工。国道7号干那宽屏就用12档的时间，尤其这条路是为着要让大车会当直接行国道，同时疏解国道1号甲台北18线的车流，因此经过所在拢是市区较济。高公局表示，为着要减少用地征收的争议，路线尽量走公家地。去年大寮地区的路线用地争议，因也用上大的努力去排解。咱评估原则上，阮是会行对工商路这个路人来对遐来经过唯一会拆迁的，就是咱中华置地遐有一栋迄个办公大楼，会拆伊的一部分。这个部分阮会来利用补偿的方式来甲补偿。14年前核定国道7号的时阵，经费是600多亿，即马总经费已经破1300亿。陈金德强调，精彩的部分国家预算拢有安排，等待完工了后，将会当提升南部县市的产业发展。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仓报道。屏东的满洲乡有民众发现一只梅花鹿野颔棍着枪，当地居民讲偷拍蜡掠梅花鹿，伫咧当地是真случ常的代志，尤其是公的有角会真做标本摕去卖。军管处表示，违法拍蜡违反国家公园法，佮有动保法，相当会罚200万。另外，抓野这违法的枪，相当会佮判关10年的有期徒刑。山沟卡出现乌色的塑胶袋啊，拍开看是已经死亡的花鹿，阿妈棍会当看到明显的枪孔，非常惊人。当地居民推估，盗猎者可能因为暗时看袂清楚，把这只少年花鹿当作是生鹿，掠着了后发现鹿角收过细，无记得。直接包包的等去真少人到的所在，互因真无奈的是，这种行为伫咧当地毋是单一的个案，是常常看到。违反了动物保护法，最高可以处200万以下的罚金。另外，如果是涉及持有非法枪械，恐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700万以下的罚金。空管处表示，这已经违反动保法，嘛违反国家公园内底禁止的猎捕野生动物的规定，后续会加强联合夜间的巡查，针对满洲乡等等的热点嘛进行事先的情报收集。关于这次的事件，然后其实看完了之后，其实心灵还蛮沉重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行为并非真正符合猎人精神的。非法猎捕的行为和当地拍蜡者拢无认同，其他居民则是建议政府透过合法途径等方式来平衡着花鹿甲生态，因为花鹿数量真侪，鹿群加作物向向总衰，造成交通问题，嘛是当地爱解决的状况。公司新闻王丽婷、陈显坤屏东报道。花莲靠湖乡的升凉湿地，这几年因为水位较悬，水鸟活动的空间受限制。林业署南投分署都和社区合作，启动这水位的控制。
试验2届有发现，这水鸟数量大大增加，超过8成。拢总有记录到46种鸟仔类。会为今年9月到过当年3月，定期来执行水位的监控，希望会当上更较侪鸟仔来。新农湿地原本是农耕地，但因为地质下陷和风台影响，造成溃堤海水倒灌，无法度建造农地变成湿地。经过1年来生态保育和再造，成为国家的重要湿地。但这几年来因为水位偏高，水鸟的活动空间嘛受到限制。是看它的涨退潮来拍照它的记录，然后南池也有一个，这里是北池，然后记录它是想要控制水位低一点，看能不能让那个候鸟多一点，因为它水很高，就是它们比较没办法觅食。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这几年来新农湿地水位偏高，泥潭地落时间不足。今年会同文管府、新农社区等单位合作，为今年2月、3月头一届启动新农湿地水位调控，降低水位后发现水鸟的数量增加8成。首次水位调控降低5公分，水鸟数量从172增加到317只次，增幅达84%。南投分署已规划每年9月至3月期间，每月定期调控水位。目标为长时间维持低水位，以供水鸟利用。南投分署就讲，水位经过调降后，水鸟数量增加8成，总共记录到46种鸟类，包括大白鸢鸶、落卡等，拢是偏爱潜水，也是落泥潭底，是湿地生态多样性代表性指标。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2016年，无兰伫风台扫起绿岛，造成南寮渔港的爆花受损等起去。到一直到这4当前，才总算找到厂商来施工。不过过去厂商施工的时无设置去破坏山乌搭，影响观光。这阵热浪，绿岛观光的大季就要到啊！当地居民希望唔通阁因为施工破坏山乌搭来影响观光。环府4年前伫大东市海边制作完成的绿岛爆花电箱，日经过拖船拖7日，总算到绿岛南寮渔港23完成电费，准备进行修复。伫2016年，和莫兰蒂风台损毁的爆花港喙，当地民众等8年总算要修好，互渔船甲客轮进出港，免阁烦恼互风险拍片影响航行。不过希望施工期间唔通破坏周边的山乌搭。因为这个工程已经延宕8年了嘛，在水下施工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些海底的生态啦，尽量不要去做破坏。这可能是我们一些潜水乡亲他们比较关心的事。环府表示，绿岛南寮渔港修建工程差不多要用1年时间，因为4年前有厂商放肉粽架，冷起海沙将山乌搭砍掉咧，影响生态。环府讲会要求厂商注意时间甲生态保护爱兼顾。拖放消波块的过程，我们也会特别要求厂商厂商也已经提供这个拖行的这个计划书。那预计会用这个绑缆的方式。绿岛的观光大会已经到位，环府强调，选区要求施工期间唔通影响船帮进出。公司新闻台东报道。苏花公路和平村有一个河群步道，因为地点较远山边，这步道久长来拢是用较简单、较渺小的自来水管线。不过受到去年4月花莲大地震影响，有40外户居民到达拢无稳定的水源通用。尤其最近搁落大水后，水泵山水是变甲真热，影响生活。所以居民希望这自来水的管线会当牵去到部落内底，彻底解决民生问题。这是花莲秀林乡和平村河人部落，差不多40外户的居民本来拢是使用简单的自来水管线，不过伫4月初3地震了后，山顶的水源唔是定定断去，都是落雨了后真热，根本无人敢用。那个水好像泥巴水一样啊！不要说洗东西了，不要说吃了，连洗东西都不行了。每个人村民身上都过敏了，都是一点一点的，只能一直擦药膏。每个村民都这样啊。部落族人目前拢是靠公所批发矿泉水，也是以水车替水塔补水。居民怨叹地震已经1年外，还佫无法度正常用水。最近佫有大水雨甲土石流，水质愈来愈歹。什么时阵拍开水准头，才有安心的水通用咧？已经1年多了，没有水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也是要严正的告诉花莲县长徐榛蔚，那和仁部落的乡亲村民不是2等公民。
县政府表示，河津部落已经伫4月17日召开部落会议决议，希望自来水管会当延长到部落，通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伫家台水公司公所评估可行性，初步规划为和平部落延长到河津部落，不过路线也无法度确定。里面有一个路线是那个铁路公司。是不是要经过旧的山洞拉过去？那我们现在正在评估当中。另外，延长管线也有可能经过苏花界的隧道，也是旧的苏花公路。不过，因为敢若会当架设明管，所以真有可能拄到大水库，也是土石流，也是会有断线的问题。互自来讲，延管的可能性充满无确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总运棒球竞赛男子35岁以上的队伍，台湾对阵日本，包括球输节等等有几若位已经退休的中华职棒球星，组一队山羊兄弟队，16-0拍败日本柯西恩大师队。按照招标的部分，91岁蒙古阿公遭800公尺摕到金牌，是伊个人的第5块金牌。猫呢？这球就打出去，打看哦。第2局后半局，山羊队满队将这棒球车周书哲去代打，讲出正面外野的高飞球，差一点都是满队的红不让，球迷拢感觉有够可惜的，嘛是真大声在替伊欢呼。市总运的野球赛男子35岁以上组的第1第一阵开始拍，包括周书哲、陈冠金等几个退役的这棒球星组成的山羊兄弟队，对阵日本甲组行政人员组的大师队。哇！这棒咬到打到左外野方向，结果第7开始比赛了后，山羊兄弟队就发挥打击的功力。第1局后半局，国家队的上体林汉讲出场内的全垒打，将这棒球员甘富地同款讲出场内的全垒打。第1局结束就灌6分，第2局、第3局攻势无断过。球赛比赛拍满90分钟的时间在之下，中队16-0赢。电竞队有精彩的比赛，800公尺的90岁以上组比赛一开始，91岁蒙古阿公就一路领先，落尾以3分43秒30，摕到个人的第5块金牌。伊真正伫1500公尺的比赛，走出无够8分钟的成绩摕金牌，搁伫男子100公尺拍败昆凌的阿公摕到金牌。伫台湾老大公赢，伊讲家己会当伫场顶走到这么紧的秘诀，就是无食薰、无啉酒。남아긴 그 운들 좋아 horto 운들 좋아 다다라자 바이르드 좋아 다윈나 한 바이르라。虽然讲市总运的比赛是真欢乐，不过所有一个参加电竞项目的，不是本国籍的选手，15领证报道了后，还未参加任何比赛，就伫20看医生，日一都因为败血症过身啊。我们这边也第一时间启动了相关的协助的机制。那我们体育局局长游竹平也前往探视，慰问家属。市总运执委会讲，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协助的机制，会提供家属必要的资源，卖专力来帮助处理后事的安排，嘛希望家属会当早一日来行出伤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学改编的歌剧《我的妈妈欠栽培》，经过6年，最近要搁搬上舞台。这个故事是咧讲，无论是过去也是现代，有真侪女性拢是为着家庭牺牲家己。不过面对真侪代志，其实女性拢有家己的智慧，甲想要实现的理想。表演的团队希望透过歌剧，互无共角色母亲，成做舞台故事的主角。一句恁查某人毋捌，刺插侪女性心肝底上深的遗憾。这出歌剧就号做《我的妈妈欠栽培》，是台北市立国家团队同名的散文作品改编来的。歌剧的编导表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有真侪女性拢是为着家庭牺牲家己。不过面对侪代志，其实女性拢有家己的智慧，甲想要实现的理想。这出歌剧伫2019年首演，经过6年，但要搁搬上舞台了。真侪妈妈拢甲你讲啊，我当初就是欠栽培啊。就无迄个机会啦，啊，着小弟小妹吼，啊，着搁读册，所以我着爱较牺牲的吼，什么一阵妈妈，一阵查某人吼，啊，伫即个庄头，安怎当时面对因家己的困境。这出歌剧由台北市立国家团现场演奏和角色演出，音乐四句联嘛结合台湾戏曲，也有本土歌谣等等，来讲侪台湾母亲的生命故事。国家团的团长表示，当初会做这出歌剧，都是因为心内有想要讲台湾故事的使命感。原著作者杨富斌嘛是花甲男孩的作者，伊表示会当看到台湾文学这几年有真多元的转移，嘛，互伊真期待文学改编的作品会当花开满山屏。
嘛袂使讲一直拢演西方外国的作品，吼，因的迄是因的文化，咱会当演了搬了就好。毋过咱还是要有家己的文化、家己的作品。我文学研究所出身的，我读硕士、读博士安尼一路，而且我嘛是一边研究一边写作，搁一边拿文学塞入咱的生活内底，所以我感觉台湾文学有足珍贵的题材，咱共同来分享出去安尼。怪妈妈欠栽培这出歌剧，除了会看到济种母亲的形影，嘛反映真济台湾社会的状况。亲像新住民都市开发的议题等等，歌剧拍算自5月23开始，在台北和高雄拢会有演出。团队希望把这出歌剧当作献给所有母亲的敬佩。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作家洪胜虎的作品，中华民间人士主动捐钱，重新规划一个文学农道。散去了，散去了，乌面镜啊，咱着下咧囡仔摇啊摇。读书纪念作家洪胜虎、乌面镜啊，甲散去拢是伊的代表作。这是中华二林的洪胜虎文学纪念公园，嘛是台湾头一个以文学家落去号名的公园。即阵有民间人士主动捐钱，伫公园内增设文学走廊甲主题石碑。乡土文学会使讲是咱的资产，所以这个资产啊，拢无好来发挥，互在地人大家拢了解讲，咱有这个资产，这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洪胜虎是台湾真出名的乡土作家，虽因为意外早早就过往。2007年，文化局设立洪胜虎文学纪念公园，用代表农村的雕塑作品纪念洪胜虎。即阵阁增加文学走廊，有洪胜虎的小改甲文学作品，嘛有其他文学家纪念洪胜虎的创作。文学廊道就是讲一条路，这条路将伊的作品各种小说啦。是讲诗，透过伊的作品，甲对伊了解，是讲有一个怀念吼，咱甲伊做一个解说。洪胜虎因为就是一个农业时代的学者，所以写的物件拢足关系一个迄个时代，嘛影响咱即马的学者，也嘛因为这个方面而写。中华县文化局表示，洪胜虎的作品多数拢是咧写农村甲残障人的生命故事，充满人道关怀的精神。所落来，嘛安排洪胜虎的主题册展甲文学行搭，希望互大家更较熟悉这位爱乡爱土的文学家。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朝向村来看一条上新的消息，头拄下晡2点20分左右，台北中正区中庆南路一段甲松江路口附近，有一台轿车失去控制冲出去，弄到一台706的公车甲3台车，拢总造成8人受伤。目前中庆南路一段汉口到庆阳的路段拢是封起来，提示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新闻最后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30度到36度，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东部地区30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